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昨昏台北市的立委补选，国民党王凤美是摕到60519票，赢过民进党吴怡农54739票，选赢台北市立委补选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冒向王凤美讲恭喜，那王凤美是表示，选赢了后压力才开始，入去国会头一件代志，伊就是要监督退税分现金予民众这个议题。 在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陪同之下，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候选人王凤美宣布家己当选啊，成功承接蒋万安就任了后所空出来的立委名额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就是王辉压力的第一天的开始。我们中山北松山区的乡亲是一路对湾安提携栽培最深的所有的乡亲。那我相信未来洪威进入立法院以后，也一定 不会辜负我们乡亲的期待。王凤美讲，这是压力的开始，因为这场选战是赢了无轻松。这摆投票率43%左右，根据各方的开票进度，伫4点多开始开票的时，王凤美甲民进党的吴怡农票数一直是加真悬。开票30分钟了后，王凤美才开始稳定领先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还是要看紧纳税人的荷包。 就是要去追查那么过去6年来超征的1.1兆，到底花到哪里去？败选的民进党吴怡农要是鼓励民众，希望这摆选举会使成做正面选举的开始。我们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希望以后正向的、干净的选举可以成为我们的政治主流。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继续努力， 我们就有希望。吴怡农讲，3年前伊甲蒋万安的选战差1点就赢，这摆也是同款，但是也强调也有真侪重要的工作爱做，袂甲脚步停落来。记者郭富长、随林玉凯台北报道。